摆副歌，安尼就好咯。副歌都要开始。好，全部2次。荣耀他，对。我要什么？就从头到尾安尼2摆。好，阿哥这个。好。那我们先这样。愿他在教会中的荣耀，从今直到永远。愿他在教会中的荣耀，从今直到永远。荣耀他，荣耀他，荣耀他，荣耀他。愿他在教会中的荣耀，从今直到永远。愿他在教会中的荣耀，从今直到永远。愿他在教会中的荣耀，从今直到永远。荣耀他，荣耀他，荣耀他，荣耀他。愿他在教会中的荣耀，从今直到永远。荣耀他，荣耀他，荣耀他，荣耀他。愿他在教会中的荣耀，从今直到永远。这块管，这块管。我觉得这首真的很快。比较高了。我不是唱高大声。对哦，我对不出的音调。研究看，就是在。吹了，吹了。从今直
拿着就可以唱，就这样。通常我会帮忙。
天父上帝是平安的主，求你点燃我们里面的爱，一起为台湾的疫情向你求平安。我知道你在我们所发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我们幕后有指望。我要呼求你，向你祷告，你就应我们存着感谢赞美的心，求主继续保守我们的平安，看顾我们周遭的环境，在主怀里有平安，有喜乐，有盼望，享受主恩的滋味。祷告，奉我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门。接下来诗歌敬拜，愿你崇高。我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下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接下来是祈愿文，今天的祈愿文在诗篇130篇，等一下由我来起，会众来应。第8节我们再一起。诗篇130篇，耶和华啊，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主耶和华啊，你若究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来，一起第8节。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接下来公祷。亲爱的上帝，我们荣光堂的信友们在此有几个愿望来向你祷告，求主垂听怜悯。我们为非洲国家埃及祷告，愿基督信仰能进入他们的生活文化之中，国家百姓能够更认识基督的信仰。为台湾卫理公会南教区教会来祷告，安平卫理堂彭美玲牧师为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传道同工身心健康来祷告。也为台湾行政首长及各级官员祷告，求上帝赐予智慧聪明给执政掌权者，赐福台湾人民。为台湾儿童及青少年受到完善的知识教育及美好的品格教育造就来祷告。也为我们台湾水情告急，旱象冲击民生、观光及产业的发展，恳求上帝格外施恩，使水情恢复平稳。按着你的话，你的祝福就使台湾降下足够的雨水。以上祷告奉我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们。接着我们来同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接下来是圣道礼。
经课，今天的经课有2处，第一处在以赛亚书12章1到6节，第二处在约翰一书5章1到11节。以赛亚书12章1到6节，由我来攻读。到那日，你必说：耶和华呀，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你又安慰了我。看啊，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因为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在那日，你们要说：当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提说他的名已被尊崇。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因他所行的甚是美好。但愿这事普传天下。西安的居民啊，当扬声欢呼，因为在你们中间的以色列圣者乃为至大。接下来第二句经文在约翰一书5章1到11节，一样由我来攻读。凡信耶稣基督的，都是从上帝而生。凡爱生他之上帝的，我必爱从上帝生的。我们若爱上帝，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上帝的儿女。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因为凡从上帝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吗？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做见证的原来有3，就是圣灵、水与水，这3样也都归于一。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上帝的见证，更该领受因上帝的见证是他儿子做的。信上帝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不信上帝的，就是上帝当作说谎的，因不信上帝为他儿子做了见证。这见证就是上帝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是在他儿子里面。以上是上帝的话语。接下来读经。今天的经文在路加福音10章1到12节，以及17到20节。路加福音10章1到12节，以及17到20节，一样由我来攻读这段经文。这事以后，主又设立70个人，差遣他们两个在他面前，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主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在路上也不要问人家的安。无论进哪一家，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那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你们所求的平安就临到那家；不然，就归于你们了。你们要住在那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无论进哪一城，人若接待你们，给你们摆上什么，你们就吃什么。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无论进哪一城，人若不接待你们，你们就到街上去，说：就是你们城里的尘土连在我们的脚上。
我们也当着你们擦去。虽然如此，你们该知道神的国临近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所多玛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呢。那70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古月服了我们。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堕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有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但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以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以上是上帝的话语。接下来正道，我们请蔡伟文蔡牧师为我们传讲，请。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可以在今天早上一起来敬拜上帝。虽然我们可以在虽然是我们有点困难在主日崇拜的当中没有实体的聚会，但是我们仍然看到上帝的恩典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可以透过一些现代的设施或是设备，可以来敬拜上帝。或许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办法如我们所愿所期待的，但是求上帝给我们都有开路，让我们能够看到用别的方式，用别的方法，只要能够敬拜上帝，我们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敬拜。愿上帝来帮助我们。那开始前一样跟大家分享一个笑话，一个故事，只是一个笑话，不要当作是真的。各位知道律师都很会去找一些这个叫做一些漏洞，或者是叫做法律上的一些的条文没有规定的地方，他们可能就会把它变成是可以做的事情。有一次有2个律师，他们就到咖啡厅里面去喝咖啡，然后这个咖啡厅里面，他们就点了咖啡之后，然后就各自拿出自己所带的三明治要来吃。结果这个店员他们就来跟2个律师讲说，对不起，我们这边是不可以吃自己带来的东西的。所以2个律师后来他们相视一笑，然后就把他们的三明治就递给了对方，然后他们就吃了对方的三明治，然后就很满意的就离开了。知道那个意思是什么吗？就是本来这个是规定不可以吃的，可是他互相交换，不是带自己吃的东西，所以他这样就过了。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常常会说言语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当然言语是一个美好的东西，我们相信透过话语我们可以得到很多的帮助，但是同样透过话语也会有很多让人受伤的地方，或是有一些不好的地方，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善用我们的口舌，善用我们的舌头，以至于我们能够讲好的话语，美好的言语来造就帮助人。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好，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让上帝的话进入我们的心中，做我们的帮助。我们一起举起圣经，一起来祷告，一起来念这个祷词，一起念经。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我们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主日。今天是在教会里面是一个重要的节日，叫做圣灵降临日。那同时也是我们卫理公会一个很重要的日子。今天是卫斯理主日，也叫做卫斯理奋兴主日。那这一天的主日有什么样的特别的地方？除了因为今天是圣灵降临的时间以外，另外一个时间就是我们卫理公会也是在这个时间里面诞生的。那卫理公会怎么样来诞生这样的时间？不是因为这是卫斯理的生日，而是他另外一个生日，这是他的灵性被调整、被改变之后，他从过去的那样的一个谨守律法，或是一个谨守这个好像是一个规条的人，成为一个在主里面成为一个有确据、有自由的、有圣灵确据的人。所以这一天是一个我们卫理公会的一个新的开始的日子，也是这个我们的会主他的一个灵性的这样的一个奋兴的日子。所以我们这一天叫做
约翰卫斯理奋兴主日。那当然，他的奋兴主日是因为他在1738年的5月24号的那一天的晚上，在8点多左右，他去参加了一场小组的聚会。然后在参加小组聚会的时候，他原本对上帝的话语是没有很肯定的，他对永生是没有确据的。然而他在听到讲道的当中，听到小组分享里面，带领者里面听到这个马丁路德的这个罗马书的注释的序言的时候，他说他突然感到异样的温暖，以至于他说我已经确信上帝的灵在我的里面，我已经有这样的确据，我能够得着永生。所以约翰卫斯理他虽然25岁的时候来当牧师，但是他到35岁的时候，他才真正有这样的确据，因为圣灵在他的里面充满他，让他能够确定他所信的是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初信，也许我们很多事情还不明白不了解，但是我们需要让圣灵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来经历他自己。所以圣灵的工作在教会里面是一个重要的工作。当然千万不要以为说加入卫理公会或是成为卫理公会的会友就等于拿到天国的门票。所以卫斯理曾经这样说过，他说他曾经做了一个梦，在梦中他看到在天上没有卫理公会的会友，但是天使又带他到地狱里面去的时候，他说地狱里面都是卫理公会的会友。所以他说他讲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有3件事你会感到惊讶。第一个，你以为在天堂的却找不到；第二个，你以为不会在天堂的却在里面发现。所以有些人我们以为他不会得救的，他不会是信上帝的，可是结果没有想到他可能真的是信上帝的人。然后他说你也会发现在天堂里面没有卫理公会的会友，因为进入天堂不是凭着宗派或宗教之名进入，而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来进入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因为你是成为基督教徒而成为这个得救的人，而是你要成为耶稣的门徒，每一天跟随主，以至于你能够成为主的门徒。凭着信心，我们进入到神的救恩的里面。当然卫理公会有几个特色，我们也要在卫斯理主日的时候跟大家做这样的分享。各位很多人会以为说我们在教会里面行礼如仪，每个礼拜天我们在教堂里面做礼拜，所以我们好像就是一个做礼拜的基督教徒。其实我们是一个有这样的福音动力的一个宗派跟教会。那卫理公会的特色是什么？第一个就是敬虔的生活，在个人的灵修上面，我们是一个有敬虔生活的人，无论是在信仰生活上面，或是在实践上面，家庭生活、工作上面，我们都应当是有敬虔的态度的。那第二个就是社会的关怀，我们对社会是有这样的一个关怀的，是有这样的一个关心的，而不是跟社会远离的。很多人以为信耶稣之后就是远离了世界，然后进入到一个好像是另外一个信仰团体、宗教团体里面去，所以好像是一个离世的。其实基督教信仰是一个进入世界的这样的一个信仰，所以不是一个远离世界，而是进入世界去关怀跟关心人的。所以牧师曾经讲过一个案例，就是过去在英国的伦敦的地方，很多人醉倒在路上，但是晚上也有很多的人到处去乱跑，不是像现在，因为现在有疫情。过去有很多人晚上到处乱跑，这些人都是卫理公会的会友，他们到处去找这些醉倒在路边的人，为他们传福音，跟他们讲信仰的事情。所以他们是关心社会的，他们是能够知道社会的需要的这一群人。第三个是宣教的人生。对于我们卫理公会，我们是一个宣教的教会，是一个愿意去传福音的教会，愿意是让人得救的教会。所以不是只有自己自扫自己的门前雪，而是要能够来帮助人，让人能够得祝福、得帮助。所以我们卫理公会里面讲的圣洁，不是指那个静态式的圣洁，而是动态的，是能够有流动性的，是能够影响人，是对人有帮助的。所以这3个东西是我们卫理公会的一个特色：敬虔的生活，还有社会的关怀。第3个是宣教的人生。所以卫斯理曾经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只要给我100个人，只要这100个人除了罪恶别无所恶，除了神别无所爱慕的传道人，不管他们是正式的传道人，或是一般的平信徒，他说他们将震动地狱之门，在地上建立天国。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期待天国降临在我们的当中。
所以主导文里面提到愿你的国降临，我们期待上帝的国能够临到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也更期待我们弟兄姐妹能够承接这样的一个教会的使命，我们能够去将这个地狱的门能够关上，然后让天堂的门能够大开，让许多的人能够因此而能够有机会来得着这样的福音。所以他说，除了给我100个人，除了罪恶别无所惧，除了神别无所爱慕的这样的传道人，或者是平信徒，他说他将要震动整个的地狱，而且要在地上来建立天国。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我相信我们的荣光堂现在已经超过100人，但是我们是不是有这100个人是除了罪恶不怕别的东西，然后除了上帝没有别的所爱慕的？如果我们真的有这样的100个人，相信我们也可以在台湾做这样的奇妙的工作，也能够让天国建立在我们的当中。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纪念卫斯理的奋兴主日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承接跟纪念我们在这当中的使命。基督徒不是只是坐在礼拜堂做礼拜，而是对这个社会或是对这个世界是有关怀的。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好，所以今天也同时是一个重要的节日，叫做五旬节。那五旬节是一个什么样的节日？又叫做七七节。这个请大家可以在投影片上面看到，这个又叫做七七节，那又叫做收割节。为什么叫七七节？因为在过这个逾越节后的7个7，就是49天之后，第50天就是所谓的五旬节。旬就是10天的意思，所以第50天就是这个五旬节。那同时这一天也是大麦收成的日子，所以收割节也是这一天的另外一个名称。所以把大麦献给上帝作为出熟的果子，这个是当时以色列人他们过这样的一个节日的一个意义。所以纪念大麦的出熟，这个是对他们以色列人来说，这是一个丰收的节日，所以那一天是一个高兴跟快乐欢喜的日子。所以犹太人他们很喜欢过这些的节日，包括过这个逾越节，包括过这个五旬节，还有包括过这个住棚节，这个都是他们在这当中最喜欢的节日。所以他们也有3大节，我们台湾华人有3大节，以色列人他们也有3大节。但是同时有一个信仰团体在这一天也诞生了，这个团体就是教会。那教会也是诞生在五旬节的时候，所以当耶稣升天之后，40天跟他的门徒在一起。升天之后，他应许要赐下圣灵降临在这个地上，所以当时的基督徒他们就一起群聚在这个会堂里面，或者是群聚在这个圣殿里面，在那里祷告、祈祷、寻求上帝。后来圣灵充满的时候，圣经上形容说，好像一阵风吹过，以至于个人的头上就好像有舌头如同火焰降临在他们的头上。所以这个就是类似像当时的这样的一个图像，就是这些人他们在聚会的当中，有圣灵的火焰就降临在他们的头上，以至于他们就说起了别国的话来。所以如果按照当时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的记录，当时许多在耶路撒冷崇拜的这些人，他们听到声音，他们看到这样的情况，甚至他们听到这些人用他们的香坛来传讲耶稣，来传讲这个上帝的大能的时候，他们都非常的惊讶。所以就在那一天，门徒约增加了3000人，这是上帝在这样的一个事情当中的一个工作。所以当时彼得本来是一个很害怕的一个渔夫，但是在当时他被圣灵充满之后，他就能够为耶稣来做见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也许我们会觉得我们自己就像彼得一样，不过就是一个渔夫，不过就是一个工作很低微很卑贱的人。但是当我们愿意被上帝来使用的时候，上帝就用我们能够来为他做奇妙的见证。当然现在教会要聚会不太容易了，因为现在我们有疫情的关系，所以以至于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没有办法实体的聚会。但是圣经里面希伯来书10章25节里面提醒我们说，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把握我们可以聚会的时间，可以崇拜的时间，因为我们不知道那日子什么时候会来到，但是知道那日子临近的时候，圣经上说就更应该要这样。
只是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崇拜，当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所以包括刚刚开始的时候，牧师有提到，我们可以用一些现代的方式，现代的这些的产品，3C 的产品、电子产品，或者是用一些媒体来帮助我们来做礼拜。所以教会的功用是让我们能够除了在这里提到说不可停止聚会以外，在这里的上一节，在24节的地方，希伯来书10章24节的地方，他说你们要彼此劝勉，互相来劝慰，以至于你们可以得帮助。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不可停止聚会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要彼此的劝勉，然后互相的来使对方来得益处、得帮助。这是在信仰上的一个实践。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在透过这样的一个聚会的当中，也许我们没有办法实体的聚会，但是我们的关心仍然是可以去做到的。我们可以去彼此的劝慰，可以去彼此的这个互相的可以得帮助，这些都可以在除了这样的一个教会的群体的聚会可以做到以外，在平常的关心，或者是用电话，或者是用赖讯息，或者是用各样的方式，我们也可以这样去关心我们的弟兄姐妹。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除了我们在教会里面有直播的这样的做礼拜，期待弟兄姐妹，我们也可以透过一些的电话的关心，或者是群组的这样的一个交通，让我们也可以这样的去关怀弟兄姐妹，彼此相顾，互相劝勉。这是我们期待在教会当中，我们仍然可以持续做的事情。上帝来祝福我们，让我们不被这样的疫情影响跟打倒。所以防疫在家里面，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上帝。所以耶稣在这个跟撒玛利亚妇人的谈道的当中，特别提到敬拜不是在这个山上，也不是在耶路撒冷。他说敬拜，他说上帝是个灵，所以敬拜应当是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所以即使我们是在家里面，我们仍然也是可以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上帝。让我们的家庭成为敬拜上帝的地方，让教会进入到家庭的里面，让我们的家庭也能够成为一个教会，在那里来敬拜上帝。所以我们已经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第3级的一个防疫的阶段，这个我们国家已经这样的一个宣布这样的一个防疫的状况。所以教会应该怎么做？教会应当成为社会的指标。所以也许社会上面还有很多的人是没有遵照这个规定的，但是我们在教会里，我们仍然要按照法规跟法令来遵守这些规定。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应当要驯良像鸽子。愿上帝来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对于对的法律，对于对的事情要求，我们需要能够像鸽子一样的驯服，能够成为社会的指标。第二个，我们可以做好社区的防治的措施的准备。第3个，人人都要配合防疫的规范。当然最重要的是传道人要成为我们的这个弟兄姐妹的安慰。那弟兄姐妹也要成为这个世界的安慰，因为很多人能够接触到我们，透过我们可以能够来认识上帝。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许多人的安慰。不单是传道人成为弟兄姐妹的安慰，让我们弟兄姐妹也能够成为这些的世上的人的安慰。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所以今天我们所要看到的经文是一段很特殊的经文，因为耶稣在那里差遣了70个人。那很多时候我们只以为说耶稣只有12个门徒，其实耶稣的门徒不止12个人，只是有一些人他们不常跟耶稣他们一起生活，他们有些人可能还是有一些自己的工作上的需要，所以除了这12个门徒是常常要跟耶稣在一起以外，还有其他的人，他们也是来听耶稣的教导，并且去照着耶稣的话去行的人，这些人也是耶稣的门徒。但是这些人他们被差遣的时候，他们各种职业都不一样，所以耶稣差遣这70个人，他们往各个地方要去传福音。各位如果看到在第9章的地方，其实有一个更特别的地方，是第9章的后面，其实有提到有几个人他们要去跟随耶稣，但是有被耶稣拒绝的。当然也有耶稣呼召他们，但是他们不愿意去的。所以呼召人去做这样的福音的工作，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有这样的意愿。耶稣也不是拣选了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工作，但是被拣选的人，
他们都被赋予了一个使命，要去传扬天国的福音。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在第2节的地方，今天经文里面第2节的地方，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的圣经。第2节我们一起念经文，一起念来。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庄稼指的就是这个所种的东西，或者是农作物收成的时候，他说这个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他说要求打发庄稼的主人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世上的人，他们需要真理的安慰，他们需要福音的慰藉，他们需要被圣灵来带来这样的一个恩典，让他们有机会能够认识上帝的时候，你就会看到真的庄稼极其多，只是能够收割的人并不是那么多的。10年前，我跟师母去嘉东东港去开拓教会，去救灾的时候，那时候88水灾的时候，在沿路上我们看到有许多的人在那里受到灾害、受到哀嚎、受到一些痛苦的时候，他们没有家可以回去，他们在哀叹自己的生活的时候，有谁能够来在那里给他们带来许多的安慰？这时候就看到这句话就浮现在我的脑子里面。他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个世代的人正在哀叹、正在悲痛、正在感受到不安的时候，有多少人能够看到这些人是上帝所喜爱的，是上帝所愿意要接纳的人？他们需要被收割，他们需要被得着，他们需要进入到上帝的国的里面。所以耶稣所宣讲的上帝国不是上天堂的福音。很多人以为说好像信耶稣就是准备要上天堂的，其实并不是这样。耶稣讲的是上帝国的福音，上帝国临到在我们当中，带来上帝的祝福，带来上帝的恩典，也带来上帝的安慰。所以耶稣所讲的福音不是上天堂的福音，是上帝国的福音。愿上帝帮助我们，让上帝国能够在我们当中使人得着安慰。当耶稣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上帝国的代表，让人可以认识上帝。所以福音是什么？福音是不仅仅是进入上帝国的方式，也是在上帝国生活的方式。所以很多人以为福音只是刚信主的人需要，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这样的福音的。所以也是基督改变人、教会和群体的方式。所以不是只有未信者需要福音，包括已经信主的人，我们每一天都需要福音。所以福音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要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每时刻都需要有福音在我们的里面。这个福音就是上帝的大能。罗马书说，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所以不是只有进入上帝国的方式，而是我们在上帝国的一个生活方式。我们的生活就应当照着福音来生活，应当照着福音来做的。所以在第9节的地方，今天经文里面第9节里面，耶稣差遣这些人去到去到世界里面去，要来收割这些庄稼的时候，他给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命令。他说第9节，我们来看一下第9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9节，一起念来。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对他们说：上帝的国临近你们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宣告上帝的国临近，并不是一个恐怖的，并不是像我们想象中的世界的末日。上帝国的临近是什么？是要让人得医治，得着安慰，得着帮助。所以这里提到要医治那城里的人，对他们说：上帝的国临近了。很多人也许不是外在的生病，而是在内心当中的病痛。许多人可能在心里面的疲累，或者是甚至在心里面的压力，或者是在心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疾病。主耶稣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使命，说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并且对他们说：上帝的国已经临到你们了。愿上帝来帮助我们。上帝的国临到不是一个让人痛苦的，上帝的国临到是让人得祝福的。但是我们不需要为了这样去简化福音。有时候我们常常是用一些肉体的方式来影响人，让人能够来认识上帝，
比如说，我们也许会办很多的活动，或是做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这样送一些的礼物这些的东西。当然这些都很好，只是这些如果简化了福音，就是一个并不是很好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福音不是只是为了要送别人礼物，或是让人来看一场活动、看一场秀，而是要让人知道上帝的国临到，要医治人的疾病，要使人得着安慰，要让人能够改变他的生命，要让人改变他的生活。所以上帝国的临到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使命。所以我们的教会被呼召去做一件事情，要去安慰心灵被搅扰的人，但是要搅扰那些在安逸当中的人。或许这2句话很吊诡，就是要去安慰那些心灵被搅扰的人。很多人在这世界上心灵是被搅扰的，没有办法得安慰、得安静的。这些人是我们需要去安慰的，但是要去搅扰那些在安逸当中的人，让这些以为说好像一切都没有事情，一切都很好的人，让他们去知道有一些事情需要去关注的。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去看到教会是要被呼召去能够成为别人的安慰，这些被搅扰的人的安慰，但是同时也要去搅扰那些在这个安逸当中的人，让他们知道有一些事情是他们没有看到的。当然，我们与上帝同工，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跟上帝一起同工，我们就看到很多事情就进行了顺利。所以圣经里面让我们也看到这70个人，当他们去传福音，当他们接受呼召差派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的工作相当的顺利的。好，所以17节的地方，甚至他说连鬼都服了我们。我们来看17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17节。那70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这70个人被差派出去的时候，主耶稣也给他们权柄，让他们能够去制服那些污鬼。所以当他们去服侍的时候，他们亲眼看到这些鬼也服了他们。所以他们看到，哇，原来上帝的话是那么样的真实，上帝的话是这么样的有权柄。当我们奉主的名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上帝的功就在这当中就运行了。所以当鬼被赶出去的时候，真的就是上帝的国临到在这些人的身上。过去我们在马祖的地方，曾经有一些人，他们还没有认识上帝，所以后来我们透过一些的方式，有一些从大陆来的一些的早期的大陆来的一些的姐妹，她们就到各个家庭去做福音的工作。甚至在当时有教会的记录里面提到说，这些姐妹们她们到各个家庭里面去做赶鬼的工作，包括她们连赶鬼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都有做记录。所以在圣经里面所提到的这样的一个上帝的国的临到的权柄，在现实的当中确实有这样的工作，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却反而是害怕，不敢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其实应该是鬼怕我们，而不是我们去怕鬼。很多人常常害怕魔鬼的工作，其实魔鬼看到我们信主的人，他们是害怕的，因为我们里面有耶稣的生命。所以当我们与上帝同工的时候，那70个人他们说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我们可以奉主的名来宣告上帝的国临到，以至于能够将这些污鬼都赶离开人的身上。当我们与上帝同工的时候，我们是属于谁，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与谁同工的。愿上帝来帮助我们，不是靠自己的血气，不是靠自己的意识，乃是我们与上帝一起来同工的。当然，上帝也会用一些不完美的人。很多人说那上帝一定是用一些学历好、品格好，或者是各样的不同的这个很多很好的这样很优秀的人，才能够被上帝来使用。其实上帝并不是用完美的人，上帝常常是用不完美的人来做一些完美的工作。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也许我们并不见得那么样的完美或是美好，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被上帝来使用。圣经上常常给我们提醒说，上帝拣选使用那些软弱的，为要叫那些强壮的羞愧。上帝拣选那个愚拙的，以至于要叫那个聪明的羞愧。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好让我们能够被上帝来使用。虽然也许我们能力上不强，也许我们不是完美的人，但是上帝通常用不完美的人去做完美的工作。
愿上帝来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愿意被上帝来使用。曾经有一个传道人，他在一个布道会里面，那个布道会里面几乎是有很多的博士跟一些的研究生，或者是有很多的一些的有学问的人在那个地方。所以那个牧师他就这样讲，他说我并不是一个大学毕业的一个学历的人，也许我的学历并不甚好，但是我都可以被上帝来使用，而你们这些人更应该是要被上帝使用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来帮助我们。也许我们的学历各方面并不如人的好，但是上帝也透过我们来成为许多人的祝福跟帮助。所以提姆凯勒这样说：宗教叫我们夸口自己所做的，福音则是夸口耶稣所做的。所以耶稣给这70个人这样的提醒，以至于让他们知道，虽然工作进行是很顺利的，事工进行是很好的，在教会里面我们的工作做得很兴旺，这些东西都很好，但是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是要去做的。20节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20节这里给我们的提醒。20节耶稣说什么？20节一起念来。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亲爱的弟兄姐妹，要为我们的名被记录在天上而欢喜。也许事工可以做了很多很兴旺，但是如果我们的名字没有被记录在天上，那将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很多人可能做工做了很多，做了很兴旺，但是却没有与上帝有美好的关系，与耶稣基督有美好的交通跟来往。他说：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欢喜。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因我们的名被记录在天上，表示上帝纪念我们所做的这样的工作。所以耶稣也曾经提醒说，不要说主啊主啊，就以为可以进天国。因为有些人他们可能奉主的名传道，奉主的名赶鬼，奉主的名行许多异能，但是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服事的当中，虽然服事是很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事情是我们与主的关系，我们与主的亲近是不是仍然有这样的维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疫情的影响也让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平常在教会里面，或是我们平常在侍奉上有很多的服事跟侍奉，但是我们是否有安静的时刻，或是我们是否有安静的心，能够常常与主亲近，这更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像这个过动儿一样，一直在做很多的工作服事，但是我们却没有安静的时刻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来思想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是不是好的，或是我们只是停留在那个工作跟侍奉上，以至于好像以为我们的工作侍奉才是上帝喜悦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样式。所以态度比成就更加的重要。所以即使有很多人可能在服事上有很好的成就，但是不见得态度上是好的。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单是服事上是能够有成就的，而且在态度上我们对上帝是敬畏的，是这样的一个跟上帝有美好关系的，而不是把跟上帝的关系摆一边，但是只看重成就，或是只看重一些服事上的这样的美好。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所以上帝关心我们为什么做多过做什么，这个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也许我们做什么我们都觉得很重要，但是为什么那个动机更加的重要，包括我们的态度。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来思想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不是美好的，我们是不是在态度上能够与主有美好的关系跟亲近。好，所以今天的经文里面有几个让我们学习的功课。第一个，耶稣寻找愿意被拣选的人来传福音。上帝拣选许多的人来传福音。我们刚说上帝拣选不完美的人来做他完美的事工，所以也许这70个人不见得都是能力、学历或是品格各方面是很好的，但是这70个人他们是愿意被接受差派的。所以我们也可以来思想，教会里面并不是一群叫做不会犯错的圣人所组成的，而是一群勇于认错的这群人，他们愿意能够在一起的。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教会不是一个圣人的聚集所，应当是一个让罪人有机会可以在上帝面前重新的
悔改、跟认罪、跟再次得着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教会能够成为被上帝所使用的器皿，以至于能够来祝福许多的人。所以上帝时常寻找愿意被拣选的人来传福音。也许我们不一定能力强，或者是我们的学历很好，或者是我们的财力很好，但是上帝寻找愿意的人来传福音的。好，所以如果我们看耶稣的12个门徒，跟随耶稣的12个门徒里面，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能力很强的，只有那个收税的那个马太那个利未，他是比较有念书的，其他大概都不是很有学问的人。但是耶稣不看我们的软弱与失败，他带领我们经历他的荣耀。所以这12个门徒他们也经历了上帝的荣耀，这70个人他们也经历到他们接受差派之后，他们得着这样的一个祝福，上帝祝福在他们的事工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来帮助我们，上帝拣选我们，使我们能够来服侍他，因为他应许要与我们同在，不是我们自己做什么，而是我们要与主同在，以至于我们要看到上帝在我们的身上做奇妙的事情。第二，我们来看一下耶稣差派愿意教导上帝国的人来传福音。所以当我们愿意能够接受教导，并且能够去教导别人的时候，这也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美好的应许，让我们可以能够接受教导，并且能够去教导别人。哥罗西书1章28节，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的经文。1章28节，他说：“我们传扬基督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许每一个人的工作的能力、学历不一样，或者是我们所会的这些的技能、才能不一样。但是，当我们愿意使用我们的这些才能，愿意被上帝来使用，或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技能被上帝来使用的时候，上帝也透过我们能够来做许多的工作，让人得祝福、得帮助。在过去，牧师曾经听过，在以前一中街的地方，曾经有一些教会，他们是这样做的。他们利用晚上的时间，他们在聚会。那个晚上的时间是夜市收摊的时候聚会的。那他们收摊的地方是在一个就是理发厅里面，一个理发小姐，她信主了，然后她就开放她的理发厅，然后在这个摊贩收摊的时候，他们有一些信主的人，他们就可以在这个摊贩就可以在这个理发厅里面去聚会。那他们聚会的时间都在凌晨大概1点多的时候，所以那个教会是开晚上的时间。所以我们可以想见一个事情是，有很多人他也许工作上他可能只能够用这样的时间，但是如果能够有弟兄姐妹愿意开放他的家，或者是有弟兄姐妹愿意这样的投入在那个时间来带领这一群人的时候，这些人他们也有机会可以认识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求主给我们有各样的智慧，能够来教导，并且能够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完完全全的引到上帝的面前。所以教会最重要的不是要能够塞多少人，也许我们的礼拜堂可以塞将近400到500人，但是有一天这个教堂还是会满的。当我们塞满的时候，可能还有更多人是我们无法去容纳的。但是更重要的事情是，教会应当是可以被差派出去的。所以弟兄姐妹可以进入到世界里面去接受差派，以至于去帮助在这世界上还有很多没有接受福音的人，以至于我们看见上帝的福音也要临到在他们的身上。所以教会不是要容纳很多人的容量的地方，而是要能够差派更多人出去，能够来为耶稣做见证的。第三个，耶稣提醒传福音的人要为列民于上帝的国而欢喜，不是为了我们自己做多好的工作而欢喜，而是要我们的名能够列在上帝的这样的一个名册里面来欢喜。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很多时候人不是不相信我们所讲的福音，而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看不到福音。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传福音，但是我们自己失去了福音。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单是传福音，而我们自己还是拥有福音的。好，所以复兴的教会不是有多少人在教会聚会敬拜，而是有多少人愿意去传福音，进入世界社会的核心，成为影响的少数。
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虽然我们基督徒的人数不多，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进入到世界，可以来帮助这个世界，让世界因我们可以得着改变。所以有一个传道人这样说，他说福音进到一个地方就会带来颠覆性的行动，或是带来颠覆性的力量，以至于那个地方就会调整跟改变。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当我们进入到世界的时候，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力量，能够在那个地方来带来一些的改变。所以刚刚的有一个投影片里面提到说，让我们可以去安慰那些心灵被搅乱的人，但是要搅乱那些过于安逸的人，以至于让他们能够重新来思想一些生命的问题。最后，牧师要鼓励大家，虽然我们不一定都是要当宣教士的人，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做宣教的事工。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宣教不是只有差派宣教士出去才叫宣教，也不是只有发单张才叫做宣教。宣教是有各种不同层面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包括我们进入到世界去改变这个世界，这些都是宣教的方式。愿上帝帮助我们，透过今天圣经里面的教导，耶稣差派70个人进入到世界，然后去改变跟颠覆在那个时代的这样的状况，让我们也接受主的差派跟差遣，进入世界，能够来改变世界。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靠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做什么，我们卑微渺小，实在不能够做任何的大事。但是主啊，愿你的圣灵充满我们，好叫我们看见这一群初代的基督徒，他们愿意生命被你改变之后，他们能够成为一个颠覆性的这样的门徒，能够改变这个世界。谢谢主，也重新将这样的能力赐给我们。今天是圣灵降临日，愿你的圣灵也充满我们，让我们能够无论在我们的工作、家庭、生活当中，都带来颠覆性的力量，好让我们能够来改变这个世界。主啊，也纪念在疫情的当中，许多人心里面没有办法得安慰的，或是没有办法得帮助的，让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安慰跟帮助，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去搅乱那些安逸的人，以至于让他们重新去思想，有一些事情是他们生命当中需要被调整跟改变的。谢谢你给我们力量，好让我们有这样的圣灵的能力来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接下来我要金句背诵。今天的金句在路加福音10章2节，我们来背诵2次，请。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路加福音10章2节，再来一次。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路加福音10章2节。接下来是回应奉献，回应诗歌在教会中得荣耀。从今
我们的奉献可以透过网络转账或汇款的方式，可以周间到教会来奉献，奉献诗歌向主献成歌。问安差遣礼，因为疫情的关系，请大家在电话、在 LINE、在网络上彼此问候，也愿神保守我们的平安。接下来报告教会消息。今天是卫斯理更生主日，我们欢迎线上聚会的新朋友，愿上帝赐福你们。5月12日。一直到6月8号，总共4个礼拜的时间，教会将暂停实体聚会，主日线上礼拜外，另有周4的查经祷告会，周5的旧约讨论，我们都借由线上直播的方式传达信息。第二点，我们全国的防疫升级到第3级，请弟兄姐妹们依防疫规定办理，在室内勿超过5人，室外勿超过10人。第3点报告是，本周卫斯理主日交换讲台由教区内牧者自行分享主日信息，请为教区内牧者生活平安来祷告。高雄区牧者将联合拍摄因为爱你每日灵粮灵修短片，每天5分钟分享信息，带领灵修。我们欢迎各小组及弟兄姐妹参与灵修信息，一起来收看。6月6号的执事会议，我们将视疫情另定时间，我们会再通知大家。6月13号直播12点半，我们将召开儿童夏令营第2次的筹备会，我们尽邀一起服侍的同仁来参加。教会预备在7月8号跟7月11号举办儿童音乐品格营，我们欢迎国小1年级至6年级的学生来参加报名。名额有限，请赶快报名。报名是否停办，我们在6月会公布。市府艺人学院课程目前暂停上课。6月12号的结业式决定取消，希望各班老师、班长在群体中多加关心学员。我们使用转账汇款的弟兄姐妹，请务必以记名方式汇款，若无姓名，皆以组织者名做账。年底就无法开立奉献收据。教会第2阶段，2021年5到8月哀读经计划，有愿意者可以在群组中向小组长报名。为我们今年的教会聚会人数增长到200人来祷告，求上帝添加得救的人以上。请牧师有没有要补充的？没有。肢体消息。我们一起为我们的弟兄姐妹的恭受身体来代祷。我们一起，上帝来祝福大家平安。以上，3、1，送。
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将恩典赏赐我们。虽然我们都在家里面防疫，但是主你的恩典仍然临到在我们各个家庭当中。愿你的施恩看顾我们，让我们成为这个世界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阿门。颂。电乐有病痛、忧伤的弟兄姐妹，欢迎来电牧师会为你们祷告。